大家身邊係咪總會有人成日急屎？新療法食屎可以舒緩急屎。媽，我聽咗啲咩啊？唔通今次要吔屎啊你！大家身邊係咪總會有人成日急屎？排便頻率可以話密過啲詐騙電話。其實呢啲人就可能患上 IBS， 即係腸易激綜合徵。其實腸易激誘因呢，來自食物、外來壓力、個人心境障礙。例如啲男女感情受創傷人士要留意啦。抑鬱同埋焦慮亦都可能會令到腸易激病情加重。啲患有腸易激嘅人，佢唔返工日數係一個正常打工仔嘅3倍。咩話？3倍？香港人咁中意返工，咁點算？其實可以通過管理壓力同埋改變飲食同埋生活方式嚟控制輕度症狀。第一，同埋食物方面呢，唔好攝入以下麩質食物：麵食類、麥類如燕麥，仲有酒類啦，例如啤酒啦，仲有蛋糕、麵包都唔好食啦。第二就係唔好攝入某啲 FODMAP 蔬菜，食材都唔得，冇錯。FODMAP 指嘅就係低短鏈碳水化合物，例如椰菜花、菊苣葉、苦瓜、韭菜、蘑菇、豌豆。FODMAP 亦都存在於某啲穀物、乳製品、水果如蘋果、西瓜、芒果，呢啲就要留意同避免啦。第三，糞便微生物移植大法係指一種將健康捐獻者嘅糞便移植到具有不健康微生物組嘅患者腸道中嘅手術，以恢復腸道細菌嘅健康平衡，緩解症狀並改善整體腸道健康。但呢個臨床試驗係進行當中，需要進一步確認治療方案是否有效，大家切勿臥薪嘗膽啊！